Da ke tenchen tsawe lama shaje sontra doje chang lo zang zhenre tuten jensen pe zang po cho tupe jashin doji shudin ringat tapot sel chi sote jenang nangkab ngando yang takpe lo ju tang ene sote ngoye nangkap keche sungpar yung dupar chen kulop geshi chutum jensen ne heshu jiso sote shu sade nawarila konsu jeba de dongure songruchi。在接受多杰兄灯法门灌顶后，你必须在1个月内修1次法会。你也有必要遵从誓愿，你必须对传承和条规做出承诺。大陆现刚一年里面去现在了，当地去当家伙那边路上得了嘛，到处给对吧？嘛，现在东西嘛的是，早起不的是。那就意味着，打个比方说，你也许会接受另一个传承的教诲，但是你主要的修持、你的焦点、你的精力应该放在这个传承格鲁传承上。现在呢，这两个说了，他的新不改，现在对你就做呢，新的我的，要我那边路上的让了呗，要我买钱呢，不如起来要这不值钱呢，可想他的用不的是。如果你必须或你想做佛教其他宗派的佛法活动，这没问题，但是你主要的法门或首要的修持，你必须对宗喀巴大师的传承做承诺。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提过，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不肯定，你就不应该接受灌顶。因此，一旦你接受这个灌顶，那么你就得向格鲁传承做承诺，不将一切混在一起，这是必要的。有的时候，一些留言说：“哦，熊灯的灌顶是不？”人们说没有必要接受熊灯的灌顶，或者有的人说熊灯甚至不是个好的护法神。这不是真的。那些接受熊灯灌顶或修持多杰熊灯法门的人，他们都有非常优越、成功的禅修和修行成就。纵使以世俗的角度来衡量，像是世俗的活动、生意和工作，一切都变得非常成功。今天因为在开始给呗，今天给去拉玛达，你就今天是不是这里呀？差多跟那不如钱呢，这也不嘛的，这根据我们的生意这不，给下没，那说不是个意思。因为有指多杰熊灯是格鲁派的护法神，而当你说格鲁派护法神的时候，一些人会认为你是思想狭隘，他们认为修持熊灯的人是思想狭隘的，他们认为修持熊灯的人是宗派心强的。事实上不是的，也许因为他们宗派心强，所以他们才认为修持熊灯的人宗派心强。人们会制造各式各样的故事和流言，你必须事先清楚这一点。今天用不有的，今天看了的，一般的上去，没这不是经验出了，也个修用也没都什么都没从拉伸认识。一些人在接受熊灯的灌顶和教诲后，当他们听到这些流言，他们会认为是无知、思想狭隘的人在散播那样的流言。一些人则会想那些流言是真的，他们可能就此放弃修行，甚至不想修持这位护法的法门，这非常不好，也对那个人不好。今天医生。对吧？改天的数字不是吧的，对不起我认识。
其实你可以做选择，无论你要做什么，都由你做主。你的人生，一切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你本身的政务，你要做什么是由你做主。但我在讲着的是为你好的东西，你必须谨慎行事，你不应轻信于人，你不应该盲从别人说这是不好的，并听从所有别人述说的故事。你不应该改变你的心，你应该一直都保持警觉，你必须确定这一点。在西藏，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紧。其实，在西藏，很多人都跟从这个法门，也修持这个法门，做这种禅修的人数经常增长。因此，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你必须非常非常肯定，否则接下来，如果别人对你说“哦，这个法门不好”，然后他们制造各种故事和流言，然后你就此放弃，那对你来说是不利的，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此，你必须确保你好好的守住这个承诺，并遵循它。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没有人说你应该这么做或必须这么做，而你自己就像你选择了这么做，所以你必须仔细的考虑这一点。没有人能强迫你这么做，正如你若不想这么做，没有人能说你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因为有指多杰兄灯是格鲁派的护法神，而当你说格鲁派护法神的时候，一些人会认为你是思想狭隘，他们认为修持熊灯的人是思想狭隘的，他们认为修持熊灯的人是宗派心强的。事实上不是的，也许因为他们宗派心强，所以他们才认为修持熊灯的人宗派心强。人们会制造各式各样的故事和流言，你必须事先清楚这一点。你现在没了东西，天天大家怎么结婚的经历，那日的公司是动物有的是。他是非常特殊、非常珍贵的护法神，因此你每个月都得修法会。这样那个进了东，就嘛进了东就没办法，出2个月呢，然后第一次的我是当教的是。你每个月都得修一次法会，念诵祈愿文、长轨或长祈愿文，1个月1次。但是，如果你知道下1个月你会非常忙碌，如果你知道自己没办法修法会，你不可能办得到，那么你可以在这个月预先修下个月的法会。下个月之前，你能在2天内修2场法会。这个是一个嘛先嘛着，2嘛先嘛着不，现在人呢，是到嘛头呢，没了道路是哪下呢？1个月的。如果你不懂得念诵仪轨和祈愿文，如果你不懂得如何修持仪轨，或没办法修持仪轨，那么你也可以要求喇嘛或僧人或上师为你做。但是啥子当了嘛都，比如才能得看个时候不得的人呢，等到是不要嘛的，但你他把那么呢送嘛要过去带，是说我就去个天气路看路去上不人呢，很大的是。你要非常确定自己是真的想要获得这个灌顶，而不仅是因为别人接受这个灌顶，你也要前来接受灌顶。如果你想
我应该前去接受灌顶，否则我将失去某些东西。那是错误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想要为此做承诺，那么你就应该接受灌顶，否則你就不應該。公司中央的马里呢，叔叔当时通不，就像等看要我建议呢，就像我们说的有看的那没啦子，是能道路上的丢人。像我之前提过的，如果你不懂得念诵祈愿文，或无法每个月修一次法会，你可以请求一位懂得修这个祈愿文，或懂得做每个月的法会的喇嘛或朋友上你家，并请他们为你修法会。是那了嘛就呢，他的每年爬过那道路设计，他的中西把过下呢，这个要的。或者，如果你不能在住家修法会，那么纵使是远距离，好比在一些寺院或某喇嘛你朋友处在的地方，你可以请求他们，或他为你修这场法会。俺的老国家的马上做，这种说的没，等那些没看了马达那的，等不着哇。我重复说这些话，是因为，如果你不会随便跟从任何一种人，如果你不轻信于人，那没问题。没看那个在这种说马上被印象，我当看个人没得生的嘞，那么个做的不，这个做的不被去，俺只是看的嘞用过的。但是有些时候，甚至是一位喇嘛或僧人或一些上师可能会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你不应该修持这种法门。你也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你想，因为一位喇嘛或一些上师这样对我说，那可能是对的。因此，人是非常容易受影响的，他们会改变想法。这几年时间没去过去过没法影响，那么让你是让我们出去，去看你先看关于这按照谁不看路，对这些有人。我重复又重复这么说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佛法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对意义、符号和含义没有很深的认识。他们也不知道谁是对的上师，谁不是对的上师。他们只是到处找寻何处有上师或某些喇嘛，他们前去聆听所有的教诲，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重复的说。这几年期间没这个，家中媳妇被没写看到，地图看到，然后被开始过来，开始过的，去我的这是我的没写看的些都是。西方人一般上非常老实，非常直接，他们是好人，他们的心肠很好。反正婆婆开些呢，在这上呢，最终了马个去，咱的马个那样去了温州，没出来做个的，俺最终等过，俺最终的休几个月时间去，好等那些没在了吧，个人签住，没最终流入是也是去，那么现在这等。像是在印度或西藏，有的时候一些人，他们并没有修持熊灯的法门，但他们说自己修持熊灯法门。还有一些人，他们是熊灯法门的修持者，但是他们说反面的话。人们言行不一致，这难免出现变质的情况。俺是俺这个旅游的参加呢，像最终是定的马个银巴港西了，每次的最终告诉到深州，你在送这些这样着，告诉东路其实也是缺个些，最终马东就顺顺的把港有等你们，到底最终嘛那是就买几个呗，阿拉巴拉几呗，那是不买个那买的现在带人看是吧？俺东不东买不起呢，就是把像有东西，我听听我东看呢，顶上忙不有。在印度，有一些人误导其他人，其他藏人。当一些藏人要求他们修熊灯的法会，他们会说：“是，我会为你修法会。”当他们离开后，他们会做其他的法会，不是熊灯的法会。他们修其他法会，
那些要求他们修法会的人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识字，他们不识字也不会书写，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口说自己是在修熊灯的法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做其他的东西，他们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这是非常恶劣的。대단히 그런 주주 수수마대 인상 자중 시제바 인도께 요마에 도사 라레 아니 계로 직접 디번 교육도 가버려 봤어. 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印度和西藏，施主会邀请在家人和僧人修这个法会。这是个相当长的法会，通常会修一整天，因此施主会做供养，如布施。这些人在说谎，他们说自己在修熊灯的法会，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实际上，他们不喜欢修熊灯的法会，但会为了获取一些利益，如金钱或出于其他因素，他们说自己在修熊灯法会，这非常非常恶劣，也是出于非常俗世的动机。 아니 제가 스스로 고치는 거요. 그래서 다 건지 아버지 지위에도 팬바에도 건지 거리 주산 팽면도 쓰네. 다지 세니스야 로지 니 송송네 되니 건지 되네 마셔제. 대버리들 마주네 스스 주에체네 야니 두네. 대리산들이 생이 망고데 스틸로 사네. 자주 생도 생에들이 망고도. 最终，那些人，那些要求修熊灯法会的施主，将会知道或发觉。 他们会发现那些人并不是在修对的法会，因为他们感觉到那些法会没有起作用，不会起作用，是因为他们不是在修真正的法会。最终，他们会靠直觉感受那些法会没有帮助，哪里不对劲了。他们会拒绝那些修法会的人，要求另一些人，并确保这些人修熊灯的法会。 也是熊灯法门的修持者。在这里，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也不用有任何疑虑。我只是在说着一些普遍的现象，以让你对所有的东西有一定的理解。